古語有云，成哥走得快，一定有古怪。李嘉誠近日大幅減持佢重倉咗好多年嘅英國資產，李澤鉅喺最新嘅股東會更加係斬釘截鐵咁話。一句講晒，現金為王。其實睇翻李氏家族長和系近期嘅幾單雕，都沽英國嘢沽得好徹底下，絕對唔係短期資產調配嗰種輕輕力度。由舊年7月開始，長和系旗下嘅公司接連沽出3個喺英國嘅重點項目。首先係舊年7月，由長江基建牽頭嘅財團以110億港元出售英國嘅火車租賃業務，交易已經喺今年1月完成。然後今年2月，長江基建財團再以1107億港元出售英國嘅電網資產業務，有關嘅交易咧已經喺之前嘅股東會通過，預計喺今年6月底之前完成。到5月初，長和宣布以455億出售英國電信業務 Vodafone 3 49% 嘅股權，單係呢3單雕就合計套現金額高達1672億港元，即係差唔多套現咗接近成間長江基建嘅市值。聽落好似好誇張，但係李嘉誠套現嘅步伐仲未完嘅。根據彭博引述消息報道，長和計劃進一步出售佢嘅電信業務資產。究竟成哥沽得快係驚英國崩盤定係驚全球崩盤呢？對於普通投資者嚟講，係咪應該跟佢一齊走得快好世界呢？首先我哋先分析下成哥沽出嘅幾個資產。首先講最重磅嘅基建板塊先係火車。 UK Rails 呢一間公司本身就係專做火車車卡租賃嘅生意，持有大批嘅英國客運列車，長期租俾各大嘅鐵路營運商，屬於短型嘅長約收租型資產。長江基建同埋長江和記喺2015年按企業價值25億英鎊，市值大約係293億港元收購咗呢一間 UK Rails。2026年初獲得英國監管批准賣出，市場估計作價大約40億英鎊。跟住係電網 UK Power Networks， 呢一盤生意更加係關鍵，佢係英國最大嘅配電網營運商，負責倫敦、東南同埋東部地區嘅電力分配。電信方面，原本 3UK 呢一個流動電話網絡組就同 Vodafone UK 合併成 Vodafone 3。長和系嘅 CK Hutchison 透過旗下嘅電信子公司持有49% 嘅權益，集團喺5月宣布以43億英鎊嘅現金將呢49% 嘅股權賣分俾 Vodafone， 估計錄得大約47億港元嘅處置收益，意味住成哥基本就撤出晒英國前線嘅電信業務咁滯噶啦。有分析就話長和嘅電信業務一路受到高額嘅折舊同埋攤銷影響，拖累咗集團嘅利潤。而新一代嘅移動互聯網依家又發展得好快，基本上未來幾年要再投資幾十億美元先至跟得上時代嘅步伐，所以公司與其繼續抌錢入去，不如賣走佢換翻啲 cash 啦。至於港口嘅業務，和記港口係李氏家族喺半個世紀以嚟親手喺全球市場上面砌出嚟嘅一個碼頭王國。公司喺23個國家營運43個貨櫃碼頭，由歐洲北海到拉美太平洋都有據點。2025年3月，和記港口母公司 CK Hutchison 宣布由貝萊德同埋 MSC 牽頭嘅財團達成協議，計劃以企業價值大約228億美元出售大部分嘅港口資產。集團估計呢一個交易可以順利完成，就可以回籠超過190億美元嘅 cash。但係之後發生咗一件峰回路轉嘅事，成為咗李氏家族進一步賣資產嘅轉捩點。可能因為呢件事，佢亦都發現無論幾有錢幾有勢，喺政治面前都好難獨善其身。巴拿馬港口係一場中美霸權爭奪戰嘅一場戰役之一。特朗普2025年1月就職演說提到中國管理緊巴拿馬運河，隨即就向 CK Hutchison 施壓，迫使公司喺同年3月宣布用228億美元向全球43個港口打包賣俾美資財團。當時成哥係肯賣嘅，個價都好靚。不過消息一出，中國政府強烈反對，而且動用反壟斷審查介入並阻撓呢個交易。因為中方嘅角度去睇，巴拿馬港口唔係單純嘅商業資產，呢一個運河承載住全球6% 嘅海運貿易量，當中中國商船嘅通行量佔比達到21%。再加上巴拿馬係一帶一路完善基礎設施嘅一個好緊要嘅節點，如果呢個咁關鍵嘅港口轉手咗俾美資呢，就等於俾對手鏈住一個經濟或者戰略嘅咽喉。之後中國嘅貨輪出入口呢啲港口嘅運費啦、調度優先權同埋貨物嘅資訊都可能被美資控制，夾喺中間嘅巴拿馬政府進退兩難。
最後就出咗招奇招，就係直接搶。當地最高法院喺2026年1月裁定，當年批准和記港口特許經營權嘅法律違憲，令合同即時生效。政府隨即強行接管巴拿馬運河兩端嘅碼頭。至於成哥嗰邊呢，都唔係省油嘅燈，即刻啟動國際仲裁程序去反擊，索賠超過20億美元。呢個仲裁無論成唔成功都好，呢一次巴拿馬嘅案例都令好多中西方嘅生意人或者係跨國財團上咗一場課。當政治巨輪壓落嚟嗰陣時，你都好難完全透過以前嘅財富或者關係網去自保。對於長和嚟講，今次無論仲裁結果係點呢，巴拿馬資產嘅政治風險已經出現咗第一次，有第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所以加速撤離呢，其實都係非戰之罪，亦都係資本喺亂世入邊嘅本能反應。所以睇完呢個故事，你就會明白點解成哥將過去幾十年喺英國或者歐洲辛辛苦苦砌起嚟嘅重資產堡壘賣走，尤其是係集中喺英國啦、歐洲最重磅、最重資本開支同埋利率監管最敏感嘅呢啲火車、電網、流動電話網絡啊、港口呢啲全部減磅，我哋都可以解讀成為一次相當大決心嘅離場。當你一查翻以前成哥啲 track record 咧，每次成哥走得快，好多時候咧之後幾年就發生咗一個崩盤嘅事件。又咁啱得，例如1999年賣英國電信公司 Orange 嘅股權俾德國 Management， 和記黃報喺呢一單交易淨賺咗超過1500億港紙，創下咗香港有史以嚟最高盈利紀錄。交易唔到半年，2000年3月，科網泡沫正式爆破 ，Nasdaq 同埋全球嘅科技電信股大跌，全球嘅移動營運商嘅市值集體蒸發嘅幅度介乎50%到80%。到咗2013年開始，李氏家族開始系統式咁減持中港資產，例如2013年賣咗廣州西城都會廣場，2014年賣咗北京嘅商業項目，2015年賣咗香港新界嘅商業物業，仲有幾個喺重慶、上海、南京嘅項目都賣咗。內地官媒當時估計話，李嘉誠旗下嘅公司喺2013至2015年期間，合共喺內地同埋香港撤出嘅資產大約有1000億人民幣，折合大約160億美元。之後咧加埋2016至19年逐步出售北京、上海、成都、大連等等嘅項目，當時累計從中港地產、商廈等等嘅資產套現接近2000億人民幣。另一個經典嘅例子就係香港人無人不識嘅2017年賣中環中心嘅大雕，當時長實將中環中心75% 嘅權益用402億嘅港元賣出去，破咗全港歷年嚟最大額嘅商廈成交，買家包括世茂嘅許榮茂、金利豐、朱利月華、小巴大王馬雅木、物流張信儀、投資者蔡志忠等等。當時全城都覺得中環核心商廈只會越嚟越少，供應咁少啦，買咗就好大機會贏。其實李嘉誠賣完呢一個中環中心之後，樓市都仲升咗一段時間，所以當時都有傳媒覺得中環中心，喂，成哥會唔會賣錯咗啊？超人睇錯市，個眼光唔再準啦。因為當時香港嘅寫字樓唔係即刻跌，係到2018年第4季之後先至見頂，之後就有社會運動同埋疫情加速咗中環寫字樓嘅空置率一路攀升，租金同埋估值都跌晒落嚟。順帶一提，內地嘅房地產真正大規模出事係2021年之後，對比起長和係2013年開始減持中國內地嘅資產之後，逐步幾年慢慢去減。其實成哥都唔係次次話一沽就即刻跌嘅。當時記得其實一個好實際嘅原因就係佢嘅資產唔係好似普通人啲股票咁樣撳一個掣就賣到，佢係要慢慢去賣嘅，唔係賣得太快就沽冧個棚噶嘛。好，講翻香港啦，寫字樓喺2018年第4季之後見頂，去到2025年中，甲級寫字樓嘅售價累計跌咗接近一半。對於接貨嗰班人嚟講，壓力自然大啦。但係相反，長實因為大額套現啦，所以佢哋財務都好穩健，套現翻嚟嘅錢主要係調去英國、歐洲等等嘅市場。當時外電估計到2019年為止，李氏家族喺英國累計嘅投資已經超過4000億港元，控制咗大約1/4嘅英國電力分銷市場，近30%嘅天然氣供應，大約40%嘅電信用戶，同埋接近1/3嘅碼頭貨櫃吞吐量。另一單勁嘢就喺2021年1月，當時咧全球嘅股市係喺狂歡期，因為疫情嘅刺激再加印錢，令到科技股、新經濟股、加密貨幣呢一啲輪流爆上，個利率仲非常之低，幾乎零咁滯。唔少人覺得啲錢永遠都係咁平，但係到2021年1月，李嘉誠已經喺周海旋身邊日日講啦，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後經濟將會一落千丈，建議佢投資組合入邊嘅企業，其
旗下創投基金，建議旗下創投基金嘅投資組合入邊嘅企業咧，要喺年底之前集資，令到公司自己擁有充足嘅資金，否則咧就會處於一個好危險嘅環境。周凱旋當時又回憶起有80%嘅投資公司已經聽咗佢哋嘅 advice， 留足資金，延長生命週期到24至36個月。結果呢一個 advice 救咗佢哋一命，而唔聽話嗰2成公司當時咧就真係捱得好辛苦啦，要被逼平價削估值去求生。成哥點解咁神準呢？呢個成為咗世界10大不可思議之一。咁講少少花邊嘢啦，網上面有好多人成日好中意將李嘉誠同共濟會、羅斯柴爾德家族呢啲神秘符號拉埋一齊講，想用一個超自然嘅答案去解釋點解次次都好似早人一步咁呢？其實如果你問我信唔信呢，做呢一行嘅行內人都知，市場入邊越有身份地位嘅人就越多信息差，越容易靠呢啲信息差賺到錢。雖然話成哥係香港4大家族之一，但係佢信息差嘅高度或者廣度或者係準程度呢，的確喺其他3大家族之上好多。佢有冇接觸神秘力量就冇人知。不過代入普通人嘅立場，最想知道嘅係應唔應該跟住成哥減低資產，增加多啲現金呢？關於長和嘅審慎策略，李澤鉅就話：依家嘅環境之下，機會要等，決策要準，風浪越大越要企得穩。一句講晒，現金為王。好多人到今日仲喺度自我安慰，覺得李氏家族只係做緊普通嘅資產配置啫。但係我好老實講，如果成哥真係信未來幾年順風順水，經濟越嚟越好，其實佢冇必要咁激烈咁樣去減磅，照舊舒舒服服咁坐喺度咬住啲現金流收租都 OK 啊。同埋佢賣咗啲嘢，亦都冇相應咁樣差唔多金額買翻啲嘢。雖然佢近幾年長和係都有投地起樓，但係金額相對佢沽海外嘢比咧，真係蚊比同牛比。除咗經濟，最大嘅不穩定因素其實就係政治。啱啱有講到巴拿馬港口呢一筆世紀大雕仲未結案㗎，有啲朋友可能諗啦，之前特朗普啱啱先去完北京，習特會進行得咁和諧，中美兩國仲簽咗大筆嘅農產品啊、飛機採購協議，達成咗戰略穩定啦。中美關係明明緩和咗嘅喎，其實我想講近期嘅緩和純粹係兩邊短暫嘅各取所需。特朗普要選民淡忘美伊戰爭呢個敗筆，拎翻一啲新嘅嘢、新嘅 label 啦，例如同中國簽嘅商貿訂單去穩定翻個經濟。至於中方要嘅係時間，穩住陣腳嘅緩衝時間。如果長期唔打仗冇衝突，按照而家發展速度，時間係企喺中方嗰邊嘅。依家就話大家關係緩和咗啫。特朗普落台之後呢，甚至乎就算特朗普未落台都可以隨時反台嘅。今日搭膊頭，聽日就可以因為台灣問題、AI 芯片嘅禁令或者係網絡安全問題再次反台。喺呢個大國博弈嘅底牌入邊，中美永遠都係短暫嘅朋友，長期嘅競爭對手。而成哥喺呢啲層面呢，絕對一定睇得通透啦。與其賭呢一個短暫嘅穩定會繼續，不如趁勢高價將啲資產賣俾財團算啦。除咗地緣政治，另一個逼到成哥不得不走嘅元素就係高息環境。聯儲局啱啱喺議息會議上面呢，繼續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喺3.5到3.75% 嘅高位，而英國嘅利率就更加誇張。英國政壇呢講翻啦，近期大地震，5月7號工黨嘅地方選舉慘敗，現任首相施紀賢被逼宮，所以英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咧喺5月初升穿咗 5.13%， 創咗2008年以嚟最高嘅紀錄。英鎊全個禮拜急瀉咗超過2%，創2024年11月以嚟嘅最大單周跌幅。其實過去呢10年英國政壇好似撞咗邪咁，足足換咗6任首相，好多首相板凳都未坐暖啦，就俾人趕咗落台啦。好多人以為之前英國嘅首相下台係因為大選輸咗，錯啦。過去幾任例如文翠珊、約翰遜、卓慧思落台嘅原因，好大部分係因為政黨內鬥，繼而逼宮，所以被迫辭職噶。喺英國嘅會議制度之下，執政黨內部只要發起不信任嘅投票，隨時可以將自己嘅大佬拉落台。黨內嘅派系鬥爭家常便飯啦，首相日日都要防住自己喺後邊俾人捅刀，都好難有心思去推行一啲長期有利嘅政策啦。好啦，咁講開債息，咁會唔會長期都係一個高息環境呢？首先依家美國嘅通脹仲係好似計時炸彈咁，全球能源運輸嘅要塞霍爾木茲海峽仍然關閉緊，紐約期油近1個月都喺100蚊上下徘徊。隨住企業面對更加高嘅生產成本同運輸成本，佢哋都要轉嫁出去噶，所以個物價都會進一步咁樣上升。另一方面，芯片嘅價格都係越升越有噶，進一步推高咗電子消費產品啦，或者係汽車嘅價格。所以你話聯儲局依家有冇減息嘅空間呢？就真係好少咯。所以喺高息嘅環境之下，好多重資產、高投入、高維護，例如鐵路啊、港口啊呢啲就由金雞變咗雞肋。而且好多時候呢
呢啲項目咧都有借貸㗎。可能有啲朋友又會問啦，成哥間公司咁多錢，現金流咁好，負債比率咁低，佢啲項目都需要借貸嘅咩？其實公司好有錢同埋項目有借貸呢兩件事咧，喺富豪眼中係完全唔衝突噶。大家唔好用普通話有幾多錢做幾多嘢嘅思維去睇跨國大生意。普通人可能諗，我手入邊有100億，我就全部用嚟買100億嘅碼頭去做生意。但係我舉個例子，富豪 A 依家手入邊有100億嘅現金，如果係一個低利率嘅時期，資金成本平到好似餸咁，佢可能會設立一個獨立項目嘅公司，然後用呢個項目向全球嘅銀行啊、財團借錢，或者喺市場上發行一啲長達10年、20年美元嘅債券，利息可能都係好低，得2-3厘咁樣嘅啫。咁富豪 A 可能就淨係出20億嘅現金，另外80億嘅全部都係借翻嚟。嗰80億嘅貸款同埋債務全部綁定喺呢一間嘅項目公司上面，用呢啲資產未來嘅收租現金流去慢慢還錢。雖然槓桿係高咗，但係對於富豪 A 個人嚟講啦，同埋母公司嚟講，個風險反而低咗噶。因為呢一啲資產絕大部分都係靠借貸或者發債買翻嚟嘅。當成個情況由低息環境變高息環境之後，隨住低息舊債到期，公司要用新嘅高息去借新債還舊債，利息支出咪會高咗咯。ROI 即係投資回報率自然就差咗，當初嘅金雞所以就會變成雞肋啦。富豪 A 就諗，搞咁多嘢，不如我賣晒啲雞肋換翻現金啦，調轉我做收息佬，收5、6、7厘息好過啦。無可否認，成哥近年咧對全球嘅投資環境係保守咗嘅。最核心佢成日講過嘅一個天條就係話唔賺最後一分錢，唔好貪心，見好就收。睇完成哥嘅操作，好多人都會問啦，咁我係咪應該學佢呢？買多啲資產，揸多啲現金先呢？定係揀第二條路，信成哥直接買長和？首先我去分析同埋答翻第一點，超級富豪同普通人呢，其實唔係玩緊同一個理財遊戲。成哥買嘢換現金係因為佢啲嘢要慢慢賣，同埋佢有本錢慢慢等。佢旗下嘅資產過千億，就算揸住現金幾年唔升值，佢嘅生活方式唔會有任何改變。佢可以等市場出現一個10年一遇嘅機會先至慢慢出手，呢一個叫做戰略性嘅現金儲備。但係普通人呢，10年8年捱唔起嘅。假設你依家將所有積蓄或者係所有資產換晒現金坐喺度收息，如果預期跌市咁樣當然好啦。咁但係如果升市呢，你睇下隔離美股最大路買指數，好多時候呢，一年都有2成或者以上嘅回報，你就咁眼白白睇住機會錯過咗，一來一回就爭好遠。最重要嘅係普通人有一個超級富豪冇嘅優勢，就係靈活。超級富豪要賣一個資產，動用幾百幾千億，要提前幾年部署，要揾買家，要慢慢出貨，唔可以太早沽冧個棚噶嘛。但係普通人買賣股票、債券、基金，撳個掣分分鐘係1秒嘅事。就算你個倉大啲，可能最多出晒啲貨都係幾日嘅事。依家如果你覺得危險，你可以好快咁沽晒啲貨佢。所以普通人相對有利嘅策略，唔係學成哥提早幾年清晒倉等機會，而係保持一個合理嘅現金比例，同時保持警覺性啦。一見到危險信號就即刻沽。我有一個免費嘅 WhatsApp，大家可以加入。嚟緊呢，我亦都會舉辦一個免費嘅線上分享會，會分享具體未來一季啦，我睇好或者係買賣乜嘢板塊同埋股票，同埋教大家點樣喺強勢股早期嘅階段買入，同埋揸到幾時我哋見到危險信號就要沽出。有興趣可以掃翻 QR code 或者係撳翻描述欄嘅連結加入。長和作為一個收息股，係咪值得長線持有呢？財務狀況佢係冇得輸嘅，絕對係行業標杆。長和喺2025年嚟自經營業務嘅現金淨額高達625億港元，按年增長超過15%，而且年底手持嘅現金啦同埋現金等值高達1437億港元，即係成座金山喺晒度啊！淨負債比率極低，由2024年嘅16.4%再進一步改善到2025年底嘅14.1%，係2021年以嚟最穩健嘅水平。如果計埋英國鐵路出售啦，同埋長江基建出售 UKPN 嘅現金所得，估計淨負債率再進一步下降至7%。換句話講，呢一間公司咧就會越賣越輕身，財務越嚟越健康。好多人問啊，佢咁多現金會唔會派特別息啊？李澤鉅就喺股東大會講咗一句好經典嘅說話，就係收咗錢再算啦。有人就會覺得佢呢句說話就係話拒絕派息，但係我就唔係咁睇，因為佢純粹係唔想亂咁承諾，或者係之前巴拿馬運河事件搞到佢哋 PTSD 啦。雖然話巴拿馬港口嘅事件本身呢件單一事件嘅衝擊對公司股價嘅層面已經消化咗，但係呢件事提醒咗我哋，長和業務遍佈咗50個國家，港口、基建、電信呢啲都係高度受政治監管嘅行業咧，都要小心嘅。未來會唔會有類似嘅風險？當然係有可能嘅。
歐洲國家對於中資背景嘅審查越嚟越嚴，英國、澳洲、加拿大都出現過對於基建資產嘅政治阻力。雖然長和嘅業務同埋地域咧都好國際化，係一間跨國公司嚟嘅，但係面對政治問題，有陣時都會被視作中資，所以佢啲資產出售嘅進度同埋估值咧，其實隨時會因為政治因素打折或者延誤。呢一個係投資者要有心理準備嘅真實風險。再加上李澤钜都有表示過啦，有計啱數嘅項目都會考慮嘅，所以佢之前呢就冇話特別應承大家一定會派特別息。不過我覺得仍然可以期待一下嘅，因為值得一提嘅係李嘉誠家族咧，其實持股嘅比例都高啦，派息其實都直接益翻自己嘅啫。所以派唔派息，我個人認為起碼都有一半一半嘅機會。至於如果係價值投資派嘅分析員，可能會關注公司嘅 PB， 佢嘅 PB 只係0.48倍，即係每股嘅賬面資產嘅價值咧，大約係147港元啦，即係佢每股嘅賬面資產你半價就買到。你話佢平唔平，抵唔抵呢？佢話真係幾平嘅，因為已經 price in 咗一個增長前景或者政治風險，再加上咧綜合企業喺香港嘅市場嚟講，估值普遍會比業務集中嘅企業平啲嘅。由收息嘅角度去講，長和嘅股息率大概係3.12%，同依間無風險利率大約4.5% 相比咧，長和嘅股息唔係特別吸引。如果中意穩陣，唔想承受股價波動，純粹收息嘅，你直接買美國啲短債或者係貨幣市場基金收4厘幾，本金安全又唔使煩。但係如果你想保守同埋進取之間攞一個平衡，覺得長和未來會繼續買資產，繼續釋放價值，你想賺佢嘅資本增值，通俗啲就係博佢個價升啦，同埋願意等一個特別息嘅驚喜，亦都接受到地緣政治嘅風險，令到股價會有一定嘅波動，咁長和就會係一個中庸之道嘅選擇，一年叫做有3厘幾息墊底。如果啲資產順利賣得出，又收到錢，又特別息啦，估值收復翻啦，你就有機會賺埋個價咯。大家又認唔認同李澤钜講嘅現金為王呢？你又有冇計劃買多啲手頭上嘅資產呢？留言一齊討論下啦，拜拜。